现场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参加祷告会以及圣经共读。让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歌来赞美神。愿我们透过圣经共读，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是的，主，愿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是我因为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定，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话语的能力，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定。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
祷告。是的，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教我们如何活出生命。在你的怀抱中，让我们经历你的应许，你的恩典。神的话是如此的宝贵，是有权柄、充满力量的。我们要借着圣经的话，在危难中得到坚定。我们要活出喜乐及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历代志下第3章的共读。在我们昨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要建造圣殿，而他跟上帝他跟上帝求智慧，能够抓住上帝给他父亲大卫的应许。而在昨天的经文当中，也看见所罗门他开始要预备来建造圣殿。历代志下让我们看到，在大卫之后，另外还有6个王，他们怎么样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分别是所罗门、亚撒、约沙法、约阿施、西西家、约西亚王。这加上大卫7位王呢，他们能够在历代志上下当中来走在上帝的心意，成为合神心意的好王啊。虽然总共不止这7位。但是呢，这7位都是很重要的代表，并且在他们当中，上帝都与他们同在，带来不仅是王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复兴。在每个王的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数字，代表他是从亚当算下来的第几代。所以所罗门是第35代，从亚当；而约西亚王呢，是从亚当算下来第50代，第50代。而到了耶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的族谱呢，就是第60代。而在所罗门王，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平安或是和平。而所罗门他就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也是代表平安的意思。所以是平安加上平安，和平加上和平。做王的40年当中呢，我们看见所罗门留下了不仅是工程，留下不仅是艺术，留下了还有留下许多的智慧箴言，还有这个智慧书，包括雅歌、传道书，还有箴言等等。诗篇当中也有一首所罗门的诗啊。那在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所罗门新建圣殿，这是从第2章一直到第4章，而第5章就是圣殿盖完之后的奉献典礼啊。所以在昨天的当中，我们看见他从他父亲的好朋友推罗王西兰，就是泰尔王，来请求协助建造圣殿，而且他的要求很特别，就是只派一个人。那他其他的他都会付代价，用这些的粮食去交换，然后呢用航运的方式呢，把各样的材料香柏木能够运送到耶路撒冷来。同时，所罗门他也召集了15万人，包括凿石头的，还有做扛台运输的15万人，然后由3600个人来监督他们，来做各样的工程。所以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啊！15万人要来同心协力。那昨天牧师也有分享说，这个所罗门是先建圣殿再盖自己的王宫，还是先盖？同时建圣殿又盖自己的王宫。后来看到圣经第8章的记载，历代志下第8章，是先建完圣殿之后，才又建王宫啊。所以7年的圣殿加上13年的王宫，20年，所以他的在位的期间就用掉一半。所以并不是昨天牧师所说的同时进行，而是先建圣殿。所以所罗门王他是专心一意的建造上帝的殿，7年的时间啊。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3章，里面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讲到圣所，然后讲到很重要圣所里面的至圣所，
然后讲到圣殿门口的2根铜柱哦，好，2根铜柱。好，同样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好，但是呢，列王记上总共用了38节来讲这一段故事，可是，在今天的第3章只有用17节哦，好，所以还不到一半，好，所以在历代志的记载，它是属于比较简要的，好，并不像列王记上第6章，好，那么样的详细，好，但是这当中，好，它的重点焦点呢是摆在好所罗门王，好，他的建造圣殿当中，好，整个的设计。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好，请翠玲长老好先带我们来读第1节到第2节。第1节，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已经为圣殿预备了一个地址，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上主曾向大卫显现的地方，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麦场。所罗门作王的第4年2月开工建造圣殿。好，那所罗门作王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前的970年哦。好，所以他大概是在主前的967年。啊，刚才读的是2月，那是犹太历，在西历呢，大概就是4月到5月。好，大概就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来开工哦。好，所以所罗门王开工的地方，好，他就是按照他父亲，也是按照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有讲到这个亚劳拿，好，和本翻成阿尔南，好的禾场，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创世纪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座山上。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好，那在那地方，好，上帝要把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献给上帝，好，但是上帝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好，预备了什么呢？预备了救赎，预备了代赎，好，预备了上帝自己的儿子成为那只待宰的羔羊，好，所以亚伯拉罕最后不用献自己的儿子，好，而是上帝的羔羊。而阿尔南的禾场呢，好，也是在历代志上，让我们21章知道是大卫数点人数，好，而不讨上帝的喜悦，花了9个多月的时间去数点人数，好，而带来3天的瘟疫。这个瘟疫呢，就要即将毁灭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好，大卫和城里的众长老，好这个伏在上帝面前，好，再次认罪，好，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好，告诉大卫应该怎么样去做，就是买下阿尔南的这个打麦场，好，这个禾场，并且在那边筑坛献祭，好，当大卫遵行照做的时候呢，好，这个瘟疫就止住了，好，否则这瘟疫只有3天，好，可能第1天，好，就死了7万人，好，死了7万人。但是因着献祭呢，好，所以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本来是灾难，却成为祝福的地方，也是大卫后来预备各样的材料所要建造的地方。好，所以大卫把他的城大卫城盖在摩利亚山好的下面一点点，好，而上面的地方呢，就是要留给上帝的圣殿好建造所使用。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终于在所罗门的就任的第4年，好来开工。好，这时候大卫好已经蒙主恩召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第3节到第7节。所罗门王建的圣殿长27公尺，宽9公尺。进口处的门廊和圣殿的宽度一样，宽9公尺，高54公尺。门廊内部都用纯金装贴。大殿钉1排香柏木板，再贴上金金，上面雕刻着棕树和链子的图案。王用华丽的宝石和从巴瓦因进口的金子装饰圣殿。他用金子装贴圣殿的墙、栋梁、门槛和门。工匠在墙上雕刻基路伯。好，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好，帮我们省去了很多换算的问题。好，那所罗门建的圣殿呢，其实是有蓝图的。好，这个蓝图在过去的单位都是用轴，好，一个手轴，好，多少轴多少轴。好，但是呢，在我们现代的换算当中，好，这个圣殿长27公尺，好，并没有很长，宽9公尺，也没有很宽。但是呢，它有一个高度，进口处的门廊，好，是宽9公尺。
高54公尺哦。好，这边顺正长老是搞建筑的，好，54公尺大概几层楼？16层楼，很厉害哦。74坪哦，好，已经都连坪数都算好了。好，74坪大概跟我们迦南教会小一点点，好，但是这个占的面积就是我们迦南教会好的这个面积。好，那我们这个宽呢？9.8米，哎，我们也是按照圣殿一样哦，好，大概也是9公尺啊，好，再宽一点点，多80公分。好，所以这个圣殿呢，好，16层楼，那我们只有一半，好，我们只有到8楼，好，所以所罗门那时候盖到16层楼，好，要怎么盖上去呢？那时候没有钢筋、水泥，好，用什么？也没有吊车啊，也没有，那要怎么盖到54公尺这么高的地方？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呐。好，所以我们先看完。好，那在列王记当中呢，有提到一个材料香柏木，可是呢，在历代志下呢，完全没有。好，在这一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很重要的材料香柏木。好，所以香柏木呢，可能是它整个基础好重要的结构。好，是由这个香柏木好能够架到这么高，然后呢再加上好这一些的石材，然后再加上外面再包上好这个样子的啊，这里讲到最多都是讲金子，好，所以它的墙栋梁门槛等等，好，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好这个牧师找了几张图啊，好，那这可能大概跟我们想象中的好不太一样，好，但是所罗门的圣殿呢，好，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好，右边黑色这个地方，好，一般我们看到的所罗门的圣殿，好，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子，好，但这样子还不够高，好，要54公尺啊，54公尺，好，那换算起来的话呢，16层楼，好，这个看起来呢，好，可能也还不到16层楼，好，但是呢，好，是一个入口处的地方特别的高，好，那么高呢，可能它就是有一个用意，好，就是让人家远远就可以看到，好像我们今天盖教堂，好，盖都会把那个十字架高举起来一样，好，是一个远远就可以看到的记号，好，然后在这长呢只有27公尺啊，好，那所以这个高等于是长的2倍，好，是它的2倍，好，宽呢并不多，好，9公尺，大概跟我们迦南教会现在一样，好，所以换算大概15层楼啊，顺正长老好的计算是16层楼，好，15层楼多了，好，接近16层楼，好，那在这个圣殿当中呢，盖起来之后呢，好，就会跟下面的王宫好就会做一个差异，所以这张图呢，大概是画的比较符合圣经。好，就是圣殿在上面，而且它的入口处呢是向着东边，好，向着太阳出来的地方。好，那高呢，好50几公尺。好，那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在一个山上，好，那加上这个圣殿之后的那个门廊，好的高度，好，大概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圣殿。好，那祭司呢就要在圣殿的前面，好来有献祭，好，然后呢献完祭才能够进入到圣殿。圣殿一进去呢，里面就是圣所，再进去最后面才是至圣所。而王的皇宫呢都在下面。好，大卫可能先盖了一个比较小的王宫，后来所罗门又花了13年盖了他自己的宫殿。好，所以在这张图的左方的地方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宫殿啊。好，里面呢大概就是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建造。好，但是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好，所罗门好的确是用尽了各样子的心思啊，好，包括要怎么样盖到那么高的建筑，好，那而且呢是能够撑起来，好，这在离今天3000年来讲，3000年前来讲，好是很不容易的。好，我们接下来读第8节到第9节，称为至圣所的内殿长9公尺，宽9公尺，跟圣殿的宽度一样。至圣所墙上所装贴的金子有20公吨，金钉子用了570公克，楼房的墙也是用金子装贴的。好，那这个钉子呢，就是为了要钉这些木头，好，而且这钉子还不是普通的钉子，叫做金的钉子，好，570公克啊，好，大概有半公斤那么重的钉子，好，那它可能那个钉子，它一支钉子都很粗哦。好，我们今天钉子大概只有几克而已哦，它是半公斤重，好，所以它可能就是要把这些的木头要串接起来。同时呢，是至圣所，好，这里讲到至圣所是9乘9，
9公尺乘9公尺，好，这是在圣殿的最内部。好，那里面呢贴的金子呢，好，就是墙上贴的金子就有20公吨哦。好，那这个金子呢一定是很厚实，好，那可能是用金砖还是什么，好，那才能够用这么多的金子啊。所以从外面门廊进来，好，54公尺高，好，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圣所，好，就是它的里面，好，有放灯台、陈设比的桌子，还有香坛的地方。然后到最里面就是至圣所，好，是一个宽9公尺乘以9公尺，里面就有约柜和基路伯好所在的地方。而整个的里面呢，几乎可以说看得到的，好，墙面好都是黄金，20公吨的黄金哦。好，因为家军也是学室内设计，好，如果给你20公吨的黄金，你要怎么样贴在这个房子里面？好，全部都是黄金，连椅子都是黄金啊，20公吨的黄金。好，用在迦南教会的话，哇，那我们每一层楼都可以用得到黄金。好，但是呢，这么多的材料，好，而来自于他的父亲大卫的预备啊。好，所以圣经写的让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好，建造上帝的殿，好，是这样子的豪华大手笔啊。好，那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呢，从内到外，好，可能都是金碧辉煌。好，以致那当然还有一些是铜器。好，那我们知道金呢本身并不坚硬，好，它只能够包裹在东西的外面。好，但是有一些器物呢，好，可能或许是可以用纯金。好，但我相信也不是我们这个圣经的重点。只是在展示，好，对于上帝的殿，好，是这样子的荣耀，是要显出，好，这是一个最尊贵，好，是用来衬托出上帝的荣美，好，要来呈现上帝好他的荣耀。而基路伯刚才读到了这个基路伯，基路伯是谁呢？好，基路伯呢，好，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3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伊甸园被关起来之后，好，门口上帝就在东边安设基路伯，好，有4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把守这个生命树的路啊。好，那以西结书里面呢，对基路伯讲到很多，好，甚至呢，撒旦好，在他背叛上帝之前，他就是好这个守卫的，好，我们台语说基拉宾啊，好，这个就是基路伯，好，基拉宾，好，就是在守卫，好，看护，好，但是呢，他后来就因为起了骄傲，好，所以呢，变成了敌对神，好，所以在出埃及记、列王记上、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希伯来书，好，都提到关于圣殿当中里面的基路伯，好的雕像，好，或是装饰啊，好，那基路伯呢，在以西结书呢讲得很清楚，以西结书的第1章、以西结书的第10章，好，讲到了基路伯跟4活物，好的描述是同样的。4活物呢，就是有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公牛的脸和鹰的脸，而每个基路伯呢都有4个翅膀啊。好，那基路伯的外表也有像人的形象。好，那用2个翅膀飞，2个翅膀遮挡身体啊，而在他们的翅膀下面有人的手，或是看像是人手的形状。好，所以这个基路伯呢，好，是一个很特别，好，是上帝的天使。好，但是在圣经当中的描述呢，让我们看到圣殿里面好都有把它刻画出来。我们先来读第10节到13节。王又命令工匠雕刻了2个基路伯，外面包着金子，放在至圣所里面。这2个基路伯并排站立，面对进口。2个基路伯有2只翅膀，2只翅膀有2公尺2公寸长，2对翅膀展开，在殿的中间相接触，两边碰到墙，横跨整个至圣所的宽度约9公尺。好，谢谢。那所罗门有没有看过基路伯？他在哪里看得到基路伯？好，那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好，有一个施恩座，好，那这个约柜的上面呢，就是有基路伯，好，看守着约柜，好，就是这个柜盖，好，柜盖的约柜的盖子上面就是有一对基路伯在那个约柜的上面。
所以所罗门如果看过了，好，他所造的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他父亲大卫所画的，而大卫所看到的，就是他迎接约柜时候所看见的。好，所以在这个圣殿当中的基路伯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几张图。好，每一个画家呢，就是运用他们对圣经的所看的。好，到中间是圣所，好，到阶梯再上去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的中间是约柜，好，但是有一对基路伯向着门口，好，来护卫，好，护卫。所以这基路伯呢，好，非常的巨大，好，因为呢，它的翅膀就有2公尺长啊，每一只的翅膀就有2公尺长。好，那2只加起来呢，好，大概这个圣殿的宽就9米，好，就等于把整个圣殿都盖满，好，所以是遮盖好整个至圣所的地方，好，是遮盖整个至圣所的地方。好，那这个是用3D 电脑动画的画出来的，好，就是从圣所要进入至圣所，好，可以先从圣所看进去里面，好，这个全部都用黄金，好，墙壁啦、门框啊、地板啊，全部都是金的，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建出像这样子的好的地方啊，好，但是进入到里面的至圣所呢，好，它所绘画出来的基路伯呢，好，是照以西结书好所描述的，好，就是2个翅膀飞翔，2个翅膀遮胸，有人的形状，翅膀下面有人，像是人的手。然后呢，有4张脸，好，有人、有牛、有鹰、有狮，好，然后呢，来2个翅膀几乎就是加起来，好，把整个至圣所都盖满，好，那约柜呢就在这下面，好，所以所罗门看过的约柜，大卫看过的约柜，他们所看到约柜上面的基路伯呢，好，在大卫的蓝图当中把它放大，好，成为一个超级巨大，在这个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当中，好的护卫者，好，护卫着这个约柜。我们在后面读好这个历代志，好，其实历代志没有要讲到利未人的敬拜的仪式啊，好，但是我们对照了利未记，知道说，好，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呢，就是大祭司才能进去的地方，好，所以所罗门建完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去，好，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今天透过历代志下的记载，好，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圣殿里面大致大概的样貌，好，和样貌这个形状哦，好，让我们可以先窥见。好，我们接着再读第14节。至圣所的幕帘是用麻纱和其他材料制成的，染成蓝色、紫色、朱红色。有基路伯的图案绣在上面。好，那这里讲到一个幕帘，好，或是和本翻成幔子，好，可是同样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呢，好，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好，它是讲门扇，好，门扇，好，但是呢，这个幔子呢，在新约，好，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提到，好，当耶稣从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好，圣殿当中的布幔就是从上到下裂开啊，这样裂开呢，就是等于开了一条路，好，让本来这个门是被布帘挡住的路呢，好，却开了一条路，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开的路。而这个幕帘呢，好，是由麻纱还有混合其他的材料，用3个颜色，蓝色、紫色、红色，好，幕帘的前面呢有柱子，好，所以然后呢，这个布帘的上面呢，都绣有基路伯的图案，好，绣在上面，好，所以这个里大概也是画出来的，好，这个4活物的脸，2个翅膀飞翔，2个翅膀遮胸，有人像人的手的形状，好，在这前面，好，所以或是像在这布帘的后面，好，就是这是另外一种基路伯，好，有这个翅膀，好，然后呢，有人狮身，好，人面狮身，好，这样的画。但是呢，它就是遮住了至圣所，好，所以你到圣所当中，好，不能进入到最后。好，所以我们就看完了，好，这个圣殿的内部。好，那这个历代志又带我们出来看外面，在圣殿的门口呢，也有2根铜柱哦。好，最后的3节，王叫人铸造了2根铜柱，每根高15公尺半，立在圣殿前面，每根有1个柱头，高2公尺2公寸。铜柱顶上装饰着一个交织的链子图案和100个铜石榴。这2根铜柱竖立在圣殿进口处的2边，南边的1根叫雅金，北边的1根叫波阿斯。好，昨天的经文有交代，好，这个
这个铜匠呢，师傅呢，好精巧聪明的人呢，是西兰王所派来的，好叫做护兰。好，他能够用金、用银、用铜、用铁、用石头、用木头，还有用布，好，所以他可以混合各种的材料，好，他都很能干。好，那他也铸了2个铜柱，好，这个铜柱你们在读历代志上知道，也是大卫去打仗的时候，好所带回来这些材料。每一个柱呢高15公尺半哦，好15公尺半，可是，在列王记的记载刚好只有一半，好，所以有人认为，好这个铜柱可能没有到15公尺高，是2个合起来15公尺半。好，但无论如何呢，好一个铜柱要这么高，已经是很不容易哦。好，然后呢，要到54公尺是更是困难。但是上面呢有个交织的链子图案和100个铜石榴，好铜石榴，好能够在雕刻在铜柱的上面。好，而且呢很特别的，好这个铜柱有取名字。靠南边的，好，因为是面向东边，好，所以靠南边就是进门的左手边叫做雅金，进门的右手边是靠北边叫做波阿斯啊。好，那雅金的意思呢，就是神要建立，好，就是在南边的地方；北边呢，就是右手边，好，是神他大有能力啊。好，所以这2个柱子呢，好，都在这是所罗门给他取的名字啊。好，就是在形容上帝，好，他要建造他的殿，而且上帝大有能力啊。好，所以从这个图上面，好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门廊，好，这个柱呢，好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是非常的特别。好，而且它又是盖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好，耶路撒冷的城上，所以远远来看呢，是一个非常显眼，好，甚至在最上面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啊。好，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好，虽然都在讲到关于建筑，还有这个圣殿内部的样式，好，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或许多多少少都看到，但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建立的地方呢，就是阿尔南的禾场，好，是耶布斯人，也是上帝他主动施恩、停止降灾的地方。本来大卫好这个带来的瘟疫呢，好差一点要毁灭了整个耶路撒冷，好，但是上帝施恩典，所以这个圣殿建造的地方就是建在上帝他恩典是主动所赏赐，而且他也停止灾祸灾难的地方。而摩利亚山也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奉献以撒，他的信心，他的顺服，甚至上帝也预备了羔羊，好是上帝的代赎，好上帝所预备的恩典，所以是叫做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而在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当中，我们看到他用了7年建造上帝的殿，好，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样的巨大，好，因为这个圣经没有多描述外面的地方，好，只有讲到新约的时候，希律王好又在重修这个圣殿，好，但是那是被掳归回之后所罗巴伯的圣殿了。所罗巴伯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建造的圣殿呢，并没有办法像所罗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黄金，好，有那么多的巧匠，他只能够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好，继续在那边侍奉。好，但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呢，是具备了各样好最精良的材料，还有呢最精良的师傅，好，那可能是非常的好，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而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好，在第3节，好，一切呢都是按照上帝的样式，好，它的根基哦，都是按照上帝的样式，并不是按照人的指示。而这些样式呢，都是上帝指示大卫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好，也像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好，应该要以圣经为依归，按照上帝的话，好，而不是按照人的期待，按照人的想法。而我们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好，看见所罗门用各样的宝石、金子，好，特别历代志讲到各样的纯金，好，这个东方来的金子等等，好，上好的金子，好，其实呢也是代表我们的生命，好，就是要活出上帝的彰显，上帝的荣耀，透过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
好，能够来装饰基督的教会。教会不是在外面的富丽堂皇，好，基督的教会是在于教会当中的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9果，能够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好，能够用这样的装饰来荣耀上帝，好，而不是只有靠着外面的门面，好，这才是上帝所要的圣殿，好，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最后，好，我们也看到，在至圣所内当中呢，2个基路伯，好，还有幔子呢，本来是要阻挡、隔绝，好，让这个罪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好，因为人都有罪，好，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好，他呢死在十字架上，好，以他打破他自己的身体，也打破了人跟上帝中间的隔阂啊，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活的路，好，也是一条流血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也能够像祭司一样进入到至圣所的幔内，甚至我们还可以呼叫上帝叫阿爸父啊。在旧约当中，好，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你看所罗门他对上帝，他也没有直接叫他天父阿爸父，他都讲到天上的神，好，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好，他不敢直称上帝是阿爸父。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好，我们直接可以称这一位神是父啊，阿爸父，好，因为圣灵，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在今天，好，我们更应该透过这样的经文，不是只有看到旧约的富丽堂皇，而是看到在新约当中，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进入到教会，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圣殿，进入幔内，到进入圣所，然后穿过幔内到至圣所，到上帝的恩典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好，这也是希伯来书在教导我们的。好，这些大祭司，好，我们就像是这个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好，成为祭司，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前。盼望透过今天好这段经文，好，我们不是只有看到它的外观，看到它的建筑，好，看到它用多少的黄金，而是看到上帝预备了多少的恩典，上帝预备多少的救恩，好，上帝他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旧约的圣殿是无法所比拟的，在所罗门的建造的蓝图当中，是当时出乎人所能够操作的范围。但是上帝，你的恩典、智慧、能力所建造的圣殿，并不是要宣扬这个建筑物，而是要宣扬天上的父神愿意住在人间。你要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上帝，让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借着教会，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也谢谢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更感谢主耶稣打破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何等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救赎，让我们好好的珍惜、看重，并且活出圣灵所结出的果实的生命，用最好的装饰、最好的生命来荣耀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继续来敬拜神，回应神，感谢神对我们不离不弃。危难里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
我的牧者，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着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艰苦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祝你永远，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靠你丰盛应许展示是的，主，是的，我的我们的未来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要准备的，这个时候，然后接着来为教会，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好，首先我们要为平安夜七月节哈，以及8月24号展演中心音乐会来祷告求主能够赐平安胜过各种的惧怕第二点呢，我们要为8月25号孝亲主日预备来做代祷求主能够赏赐3代同堂的美好关系以祝福。第三点我们要为10月13号有户外礼拜这些的筹备以报名来代祷能够动员全教会内外所有的肢体一同来见证迦南60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这些展演中心教会所有的活动摆列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将所有的事工能够来彰显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所预备的同工所有的智慧主你就跟他们同在，扶持他们每一位同工所预备的在我们庆祝迦南60周年59周年、60周年的这些感恩礼拜的时候，主求你跟我们所有的活动掌权，来将一切都荣耀归于主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嘉金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又进入这个在台湾的民间习俗的7月，主要这个7月，我相信是个平安的时间。主要不管是出入，主要所有的事情，主要我相信有你的定义。主要这个月期也是你祝福的月期，也是你所定的日子。主要我们在这一些期间，我们都要高兴欢喜。
主要8月24号的展演中心的音乐会，主要求你真的是祝福、赐福音、赐下平安给所有来参与的，不论是信主未信主，不论是听见福音未听见，都有主你的平安进入他们的心，让各样的惧怕离开他们。主要8月25号的孝亲主日，主要求你真的是为教会预备。主要我们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话，我们也不会来到世界上。主要谢谢你赐下我们的阿公阿嬷，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多代祖先。主要我们相信所有的祝福从我要开始。主要我信主之后，我的全家就要得福。主要我要让我的家人都能够来认识你。主要也求你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职场，在他们家庭，在他们所踏之处，都把福音传出去。主要10月13号的户外礼拜，主要我们这个筹备会，主要我们筹备的是为了要纪念主你在这60年当中为迦南教会的祝福。主要我们相信你会动员所有的肢体，主要一同来见证主要从无到有的迦南教会这60年的恩典，主要我们不能忘记。主要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还要感谢主，主要明天是陈牧师的生日，主要谢谢你50年前为我们预备这个牧师，明天是他51岁的生日，主要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接着我们要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有好几件的喜事即将来临首先我们为第11小组的穆恩美姐妹也就是穆贤兰、杨丽茹夫妇她的女儿要以汝家恩 Eruken 弟兄他是德国的一位弟兄他们在8月17号这个星期六要在本会的2楼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礼拜。我们以愿主来赐福满满在这一对新人以及双方的家长当中。第二个，我们要为即将生产的2位的准妈妈来祷告第18小组的张平姐妹，也就是张正道弟兄以田处宇长老的女儿张平的预产期是在9月10号第3小组的郭慧芬姐妹的女儿吴佳音姐妹她的预产期在11月22号，好吧，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祷告求神来保守看顾一切他们这些的待产包括这个结婚礼拜这些都能够有主保守这些准妈妈母亲跟胎儿都能够有平安跟健康。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来祷告。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们要求你赐福在穆恩美姐妹以汝家恩Eruken 弟兄他们的身上特别他们8月17号要来结婚礼拜愿主掌握所有的程序跟所有的这些礼拜都能够顺利来进行，并在神与众人的见证当中能够得到满满的祝福让他们建立一个充满幸福、平安、喜乐的家庭同心来敬畏、来侍奉主，能够来爱神、爱人建立一个美好幸福、平安、喜乐，他们必能够来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同心同行，直到永远。主啊，我们要求你来赐福2位即将生产的准妈妈他们腹中的这些的新生命，是上帝你所赐的最美善的产业祝福2位准妈妈们有刚强忍耐的心智依靠主的恩典够他们用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在一切待产的期间妈妈跟胎儿都能够平安健康直到生产的那一天为止都要将一切的荣耀跟感谢献给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成人牧区来代祷首先我们为
第15组的陈淑贞姐妹的儿子沈义汉他的眼睛能够得到医治，跟他的信仰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主。第二的，我们要为第12小组的谢一如姐妹她要购屋，我们为她这个购屋来祷告，因为屋主换人要搬迁求主能够赐下合适的房子、工作、教会，让她这些无论生活各方面都能够非常便利，有足够的空间合理的价位，安心居住的环境。好，我们一起开口为这2点来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你说，当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主要是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沈义汉弟兄，他身体有病痛，眼睛不够明亮，我们要求你来医治他，让他身上的疾病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特别他的身心灵能够也都一起来归向主。主求你祝福让他能够得到主你满满的恩典。特别我们要为谢一如姐妹来代祷让她有安居的住家她的工作教会的生活求主都来供应来看顾。天父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肢体，主你明白每位儿女的需要，主你清楚每位儿女他们的困难，他们每个儿女应该来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将一切的忧虑愁烦都来交托给你，不论是大病或是小病，在你都没有难成的事。求天父叫这些他们的生病、病痛、疼痛跟衰弱都来离开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病痛的当中，拿走他们身体上面所有的不舒服，能够再一次来享受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所带来的这种的快乐。天父，我们确信你的作为奇妙，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主你必要施行奇事。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青年牧区来代祷。青年牧区他们有2点的代祷。第一点，暑假已经进入了尾声，为青年学生代祷，在这一段期间，他们所参加的每一样所有的活动，包括这些营会，还有挑战营，这些的活动都能够在他们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成为福音的种子，扎根影响每位青年他们的生命。第二呢，也要为8月17，也就是要来的这个周6礼拜，他们有个招待训练来代祷，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招待训练，能够培训更多的年轻人，并有系统的来服侍，让招待小组的事工荣神益人，好不好？请我们一起同样的来开口为青年牧区这2样事工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在暑期的期间，能够召集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参加了许许多多的活动跟营会。主啊，我们希望这些不是突然的，我们期望这些的青年学生
当他们参加了各项服事活动的时候，或是8月17号他们要参加的招待的培训，我们希望这些的营会跟活动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种子，扎根每位青年学生，影响他们的生命，带领每位青年能够走上你对他们生命的计划跟呼召，让他们的心能够紧紧跟随耶稣，一步一步踏进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祝福教会中的每一位青年学生，求主你来用真理来洁净每一位青年学生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走在你完全正直的道路当中，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主，你的话语是真理，是每位青年生命的引导跟保护。求你祝福每位青年，要每天来读着你的圣经的话语，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更加的依靠你，投靠在主你全能的庇荫之下，让主你成为每位青年学生他们最大的盾牌跟往前的力量。感谢天父垂听我们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儿童牧区来代祷。首先我们为求主带领协会8月25号有个孝亲主日周会闯关周会闯关7位活动能够来筹备顺利牧区与协会都能够一起来配合的非常搭配的合宜，这是第一点孝亲主日下个礼拜求主第二点求主赐福阿嘎贝每位的孩童有家中父母或祖父母成为孩子的属灵家长，在孩子生命当中陪伴孩子信仰成长这是我们为儿童牧区2项的代祷事项。我们同样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要求主你来保守这个世代的每一位儿童使他们从儿童成长阶段就能够来认识你，认识神特别我们为这个8月25号孝亲的主日，也为了就是能够让3代同堂能够让父母带着这些的他们的小孩子来亲近你借着父母带着这些的儿童他们愿意跟随来进入到圣殿，来敬畏神，来侍奉神，来亲近上帝，在他们从小的生活当中能够来认识上帝。我们也要为每位儿童在成长当中能够得到智慧求主赐福阿嘎贝的每位的儿童在家中有父母祖父一起陪他们作为他们的属灵的家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成长当中成为他们最好的伙伴让这些孩子在成长当中有神你赐给他们智慧、刚强、大大的壮胆装备每一位儿童来成就你要对他们生命中的计划，也教导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依靠你，来读你的话语，使他们长大成为寻求你的主你要所重用的人。我们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因为神是胜过这世界的神。你们一起来拍手。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
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然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神迹奇，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阿门。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然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神迹奇，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高举主，高举主的神迹奇，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聚集，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遇见你，也能够在祷告当中寻求你。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此处此地所献的祷告。愿上帝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你掌权，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论在农历7月是平安月，我们所到之处都要经历上帝的平安。我们所在的地方都会有上帝你的天使与我们同在。主要再次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把一切的尊荣，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主祷文，用祝寿教习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好，我们在楼下1楼地方还继续有这个迦南教会的迎福的出清哦。好，那也欢迎大家来支持，好，来帮忙把椅子收好，收到旁边堆起来。好，晚上得祝福大家。